讲到少妇，大家马上会面到平湖亲密有名嘅崇贤少妇。其实桃园市幸福区也有少妇群哦。历史19嘅按算有为300年历史嘅，清代嘅时期有30处大大小小嘅少妇，人家存到3处很完整。幸福爱乡协会也多年来陆续忙调查相关嘅文史，也同老早好按用嚟嘅少妇。上海屯老主公利用大自然环境嘅智慧发扬光大。收尾的你就很简单嘛，你这个用小一点的，这个就给它放这边嘛。放直的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啊，那唔讲叫讲放安泰，来到桃园幸福澳建村的海船，也等人等等少妇主人和安用的张少妇。就把这个拿走。这不要。哎，拿走你就放这样，有没有？屁股就翘起来了。啊，等一下。屁股就翘起来了嘛。我这边就可以继续。对啊。这样子。幸福少妇单单就系室内的来结的，爱结到主顾无按改以难，大摆来流推流过后，有的位少妇为本意大快去，迄个无腾腾起涨，无一脚就会笨笨下来。像现在这样有没有？后面那边的已经都破掉了，都被浪打掉了，打掉了，我们就赶快补起来，没有补起来，再下一次再台风来的话，全部都平了啦。都会平掉了，那平掉要真的要再叠起来，那是现在的人力很难了啦。你啊，千有技术咯，其个人为其石头，你只石头我放来位，来点卡来点，你比如讲2天我3點，就這樣唔會停落，又唔會走。你我放一石頭，免當個放隻石頭，放唔起，其中一隻石頭，2個石頭，同我將個隻拉放落去，你這樣卡你這樣會黑，這樣開水來這樣唔會被打走去。少婦喺早期台灣海船規則看到牛嘅方法，用石頭結做像石布樣嘅，來流嘅時節會本海船冇停，推流嘅時節就看得到，同5個角度少婦對抗，水推嘅5面再過來牛。你像今年我嘛抓一边青蛙棍的啊，石头叠起来，它退潮的时候，我们潮汐在走，那个石头缝会响，有声音，它鱼不敢过去，所以说它才在里面啊。退潮了以后，我们就有钱可以赚了啦，有鱼可以吃了。台灣本島最多少婦群嘅所在，就係桃園幸福，已經有近嘅為300年嘅歷史。對最多嘅時期有30處大大小小嘅少婦，一下搶存到3處，因為大海受到污染、環境變化，作到位5個已經冇辦法維持生活，就冇人去爭少婦，一路天天嘅冇用嘅。哇，減了差不多，可以說80%了啦。現在已經污染那麼多那麼嚴重了，真的想要靠這個吃沒辦法了。以前這個上面有沒有海浪大，然後把這個石頭已經推過來了，那下面那個還沒有，就這個把這邊的石頭已經推過來了，要重新整理過來。唔盼得老主公嘅智慧，就係你唔見得。幸福愛鄉協會成員開始向老人家學安用嘅長少婦，希望屯少婦文化長續下來。我哋要透過啲中生代辦退休嘅成立一個團隊，希望啲團隊都嚟做規劃，做叫做實務公投啦，是訓練人哋學習實務，轉換成語言讓外地的遊客很快速能進入狀況，把成績做，那實際做起來我相信慢慢會緊做緊順利啊！少婦連結嘅唔單止係人屯大海來流推流嘅共生關係，還個包含做雙人屯人當中相互安邦嘅感情。
一个食父看出什么？要团结互信。你看下等于来顺夫，我有无论人种，因为10多做几多，佢都要大家分，头连买嘢好生奶啲，咁嘛个我做多东西自己三夫推是推呢呢，你唔係大家分，大家如果是貼了十股頭，你一間人來兩奶可能，2間人、3間人，因為唔會想大，大家按好，當做些些，慢慢聽，我個感情是經驗是出來的，然後你們做些方式是冇用的。新屋愛紅協會同時要調查沙湖全體嘅生態，要調嘅物嘅冇海、海螺、海蛇嘅亞條成分，觸開詳細記錄。你按到科研螺，佢專門是學，因為佢哋專門出嗰種石科，石科那個科，這個科研螺，佢哋都最強5名最強烈嘅東西，專門吃那個石科，它會分泌一種酸性的液體，然後把石科弄一個洞。然後像消化酶一樣，然後用舌頭把它吸掉，裡面肉就乾掉，什麼都沒有。你用咗石骨頭吼，看都是穿強壯啦，其實吼，強頭甲冇強師傅啦。你這樣藻礁，你給它藻礁是叫無節珊瑚藻所構成的，佢已經上點天啦，實體以後吼是變這種嘅膠體，膠體做埋呢，佢幾千以後就將蛇空嘅抗蛇五子，是按大自然的育嬰房，你啊嘛按紅藻，偏按到藻吼是冇強壯，而家佢哋會上凍結，會直接上行去咯。你看你啊，佢哋一節，它是有節的。加強的海船看起來個人小。行路去詳細看、詳細探，能啲131世界。新屋愛紅協會希望用行通、很想採體驗，愛從事傳統農業嘅文化，打幫生態觀光來屯沙湖文化上下去。